光饼的由来，光饼的历史并不完全清楚，但根据一些传说，它最早源于戚继光的军营。在戚继光进行军事改革和抗倭战争期间，他的军队常常在艰苦的环境下作战。为了提升士兵的士气和保持他们的体力，戚继光要求厨师制作一种特殊的糕点。这种糕点不仅口感好，而且容易保存，适合在长时间的行军中食用。据说，光饼的制作过程中使用了糯米粉和糖，这使得糕点有着独特的口感和外观。戚继光对这种糕点非常喜爱，并将其介绍给其他将领和士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光饼逐渐成为一种受到广泛欢迎的中式糕点，并且在民间流传开来。光饼的来历，嘉靖年间，倭寇大举侵犯福建，戚继光奉命率兵援闽。由于大军经常不停地追歼敌人，有时吃饭都没时间，戚继光为了不误战机，有效地消灭敌人，就用面粉做了许多饼，中打一孔，用绳子穿成一串，挂在士兵的身上，作为行军的干粮。后来，福建沿海人民为纪念戚继光和戚家军抗倭安民立下的功绩，便称此饼为光饼。岛屿，现如今市面上的光饼林林总总，有的光饼个头相较普通却大许多，这类光饼就真的好吃，实惠吗？为什么有的光饼底部或呈现白色，又或呈现焦黑状呢？市民在选购时，该注意光饼的这些细节，方能选中上品。光饼颜色金黄，入口香脆，加上配好料的小菜，如豆尾菜、台菜、红糟肉等，味道更佳，深受市民的欢迎。2. 光饼的制作过程。制作光饼的过程需要精细的操作和耐心。以下是制作光饼的基本步骤：主料：面粉、白芝麻、苏打、盐巴。制作光饼需事先让面团发酵，或用酵母，或让面粉自行发酵。完全：向面团撒上盐巴、苏打，起中和面团里面的酸性作用，再通过手工将面团揉均匀，然后把面团切成段，用擀面杖将这些段压成薄薄的面饼，饼上再用擀面杖的擀打一个孔。给炉子起火烘前至少要20分钟，且烤炉内温度必须要达到150度以上。起好炉子后，将面饼从下往上，从左往右第一次贴到炉内，动作飞快，一气呵成。年轻刚开始学做光饼时，没少让炉子烫到。贴面饼必须快而准，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。现在业内虽然有了电烤箱，烘焙光饼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，但依然坚持使用传统烤炉这种传统做法。这样的做出来的光饼地道且味道香，顾客爱吃。热气从镂空的炉底徐徐上蹿，火光照亮炉腔，炉内高温肆无忌惮地舔住雪白的面饼。烤上15分钟之后，面饼害羞了，满脸异色，热浪隐去，独留幽香，正是光饼成熟时。待光饼烤到金黄酥脆、软成中，用铲子一个个拿下，趁住余温未进来一个，一声脆响，细细咀嚼，或硬或软，外硬而酥，内软而嫩，有烤肉的香，有烤面的香，有葱花的香，
还有恰到好处的咸。光饼烘焙期间也没闲住，时不时都要把控一下炉内的火候，另外又继续开始了揉面工作。做光饼很辛苦，从原料要烤饼软成中都要亲力亲为，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，一天要制作上千个光饼，如此反复。选购光饼的小窍门：市民客在选购光饼时，不要专挑个头大的，正常光饼个头大约在7、8公分左右，因为大块头的光饼内部不易被烘焙透，吃起来易粘牙，影响口感。其次，要看光饼底部，底部为白色，烤透的为金黄色的说明炉温未达到或光饼被提前出炉。最后，若光饼底部呈现焦黑状，说明制作者贪图快捷，在第二道制作光饼时，未将前一道的炉壁刷净，类似未将锅洗净，又开始重新炒菜原理一样，烧焦物粘附在光饼上，不建议购买。总结：戚继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将领，他的军事才能和对光饼的喜爱都成为历史上的重要话题。光饼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式糕点，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糕点的工艺和文化，也与戚继光的军事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通过了解光饼的由来和制作过程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糕点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。光饼的制作过程虽然看似简单，但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心把握。从材料的选择到每一步骤的操作，都体现了制作工艺的精髓。品尝光饼不仅是一种美味的享受，更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传承。